望住個海，問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。為咗幫自己、幫年輕人揾答案，2020年疫情時，身為社工嘅 Gary 創立一起流浪。當我見每一個學生好多唔同嘅學生，其實好大部分咧傾到某個位咧，佢哋都會講就係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每個月 Gary 都會出團。呢日佢帶參加者去坪洲，表面上係旅行團，但佢唔係導遊，亦都冇特別嘅行程。Gary 話佢係陪伴，一路上會用敘事治療嘅方法引導佢哋思考自己。佢話當日唔做社工，都係想揾翻自己。後尾去做過學校嘅社工啦，中小學啊，做過一啲唔同學校嘅 program 啦，咁啊慢慢開始發現自己合適或者未必好合適某啲工作崗位嘅時候，可能係一啲比較固定規律，同埋可能係係等等嘅工作崗位，咁慢慢就開始有唔同嘅諗法去想試下做 reflow， 即係用旅行嚟唔同嘅經歷咁。呢種另類輔導模式，Gary 都懷疑同迷茫，唔知行唔行得通。但每次旅程唔止參加者，佢都有得着。佢更認識自己係點樣嘅人，適合點樣嘅生活，亦相信揾到自己喜歡嘅道路。理解一個人嘅成長嘅脈絡係一件嗰種分享同交流係一件好有 energy 嘅事啊！咁呢啲係我一直喺嗰段迷茫嘅過程慢慢探索嘅時候，我會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好緊要，係啦，亦都係我一份尋找力量嘅方向。